来到镜头刷到台中，有一团洗钱的集团，秘立台中西屯一栋商业办公大楼，专门帮看国的诈欺的集团地下签赌甲洗钱。警方接到情报，攻破门，抓到7个嫌犯，伫现场抄着现金3000多万。出来得龙，真个警察围伫门口，换人龙继续龙，总算破门入去。冲入伫台中商办大楼内面的洗钱机房，好险们惊一个将犯案的家私赶紧弹出去。警方伫抄的时，伫现场发现真侪现金，总数有3570万。这一支的现金都要用大型行李箱才抵落。洗钱集团处理现金有够多，现场还有3台验钞机，经手金额有几啊亿。这个洗钱集团呢，它有帮多组的诈欺集团以及赌博集团。以机房的架设设备、转账设备来透过地下管道将这些不法的资金移转于两岸，就是大陆以及台湾之间我们初步的出估金额他们洗钱的金额已经到达了数亿元洗钱机房和警方抄到7个嫌犯，拢总抓等于做笔录，警方嘛继续追查这不法资金的来源。